来，乡亲，咱继续要来讲109年的元旦总统府前的升旗典礼。这届这个国歌的领唱真特别哦，因为今年国级的棒球队伫世界大放光彩，所以将有15位棒球的好手，以及非洲地区第一线的检疫人员，甲40位扶轮社交换学生做伙来领唱国歌。你多久没升旗了？中华民国109年元旦，总统府升旗，伫1月7日就要登场啊！早时5点开始，乱着活动陆续展开，包括路甲建中乐器队拍头阵，南强港商甲启永高中嘛带来歌舞表演，再来伫阿卡贝拉原声乐团甲三军乐器队了后唱国歌。台湾 No.1。今年国歌领唱代表真特别，包括15位的棒球选手。由U18两大王牌投手陈柏宇甲于谦先开始。投球比较简单，还是唱国歌比较简单？投球比较简单。领唱代表也有5位非洲地区第一线防疫的检疫人员，伊嘛把握机会，搁再宣导。在春节即将来临的这个时刻，然后所有从国外来的这些旅客，还有你们返乡的旅客，记得千万不要带猪肉制品以及任何的动物及植物的产品。搁再加上40位扶轮社的交换学生，伊要展现青春甲活力。总统府嘛邀请民众做伙来辅政，迎接2020第一天。